再見。明天這麼遠，這令人想掛念。月色望遍，留一線，日後會寫上我們的詩。如可以，你像陌成圓點，我被聚成圓圈，沉悶風景一息間變小說。誰這刻的視線都只有蒙蒙春天，朦朧中只得你是光線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。很想接下去描寫初戀，又猶豫心思仍錯亂。想知我們如在一個東山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讓你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微小日子隨想而已，明天應該會再續這個小故事。月色還好，還可以，就是太想說我才失語無限次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。很想繼續去遊這花園，來來回遍這些故事。想知我們如在一個東山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讓我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但是你不寫我的小故事，留下我不寫你的詩，以後遺憾沒有戀愛一次。從中發現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終止，從來無牽手的宗旨。翻開了無數情節，到最後都沒有那些事。願我記得用時間忘了，舊故事層層難複製。是和地空等一個條件，是在青春的某日望見。大家係咪好期待個盒會出嘉賓？但係生命就係咁樣噶啦，你有啲嘢以為佢有，其實佢冇。唔係每一次你打開個盒都會有你想要嘅驚喜，你想要嘅結果。有時就係要接受佢係一個空盒，有時係接受你係空等好多個條件、人同埋事。